位伫台南北平的后壁区，毋定是光棍美的故乡。伫2019年，嘛曾经得到第一届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不但具有乡村的风光，而且还有文化古迹、甲高高的人情味，吸引热门的野市来取景拍片。对此，市长黄伟哲日前嘛前往青寮的老家，为淑女村来开幕，希望带动青年回乡，将农村的文化甲青创、文创来结合，让农村更再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搭上淑女养成记的热潮，来看到我们后壁青寮的淑女村的一个开幕。那其实善用观光财，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台南，这是本来就是大家公司部门共同合力的目标。那因为华视推出了一个很好的剧集《淑女养成记》，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了解都市 OL。他们回归到乡村的时候，故乡的时候的一个心境调试。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在这部分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艺术成分它的艺术价值，我们真的很感谢。但是在观光上是非常非常具有加分的。阮氏家族这边最后就愿意开放这个淑女的剧情，然后让我们来做一个修缮整理，然后开放给民众来参观。那我们已经募集了大概10几位的年轻伙伴，一起回来这个故乡，一起来创业。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概念，就是共享，大家共同分享彼此的志愿，共同创造不同的价值，然后一起共好。近年来，因为淑女养成记的热播，为伫青寮老家后壁商圈顺势打造淑女村，包括有米甲、中药行、甲家具店等，加上原本的五米乐的景点，现在成为吸引游客、旅游观光加打卡的热门景点。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